Hello，大家好，又係我高 B 哥啊！係時間提醒大家飲水啦，增添智慧，增添水分，智慧如水啊！大家有冇留意新聞呢？海南島呢兩日呢封咗關啦。封關即係代表咩啊？封關即係代表呢新加坡開始呢無奈啦，成個地緣政治同埋經濟呢亦都重塑咗啦。咁有好多人咧搞唔明啊，點解會咁樣嘅情況嘅呢？高 B 哥今日同大家講一講。至於咧通關係咩？唔係封關啊，唔係通關啊。封關咧係咩意思呢？咁啊嗱，大家自己上網抄一抄啲資料啊，做一做功課啦嚇。呢度咧我唔再同大家講啊，因為咧其實呢個封關咧已經講咗好耐同埋好多次啦，所以咧我唔再特別講啊。好啦，嗱，對我哋嚟講啊，即係中國啊，我哋嘅中國。12月18號啊，呢個海南咧係正式封關噶，無疑啊呢個咧係今日最大嘅事嚟嘅。對於周邊嘅地緣政治啊，影響咧實在係深遠噶。咁啊呢件事件咧，同樣咧係重塑緊整個地區嘅運輸鏈噶。而家想要富咩，就先修路。運輸嗰個貨物鏈嘅改變啊，必定咧係會帶嚟人員啦，呢個咧資金啦，嗰個脈搏啦。所有嘢嘅改變噶，咁啊，正所謂咧，人有流動，錢就有流動，係咪？自然咧會帶俾咧成個嘅地緣啊，成個地區嘅地緣政治經濟咧，都帶嚟一個咧重塑性嘅影響噶。比如話喺2025年嘅前10個月啊，中同埋印尼咧個貿易喺新加坡個轉口量係暴跌咗23%咁多噶，而呢個咧。泰國啊嗰個嘅散貨咧，經由新加坡中轉量半年內啊，更加係暴跌咗32%。而公開嘅資料咧就顯示，封關經過咗多輪嘅測試之後咧，其中同印尼係一個主要嘅對象嚟噶。比如話由印尼去到海南椰子海啊，海南嘅椰子海運咧，直線專航啊，嗰條航線啊係直接咧用一個直航測試。以咧係試運行嘅形式嚟開展噶。2024年嘅11月啊，已經啟動咗咧個試運行嘅工作噶啦。經過咗咧6個月嘅測試同埋磨合噶，去到2025年嘅5月份，已經係實現咗咧呢個柏勞港同埋咧楊浦港咧嗰個椰子專線嘅周班化嘅運行噶。咁喺呢個試運行嘅期間啊，成功咁將椰子嘅原料佢哋嘅運輸時間。由傳統經中轉做咧係成40日嘅，而家大幅度咁咧壓縮到咧去到咧7日啫，40日變咗7日，大家諗下嗰個影響有幾大啦，係咪？點解個效率可以提升得咁大咁誇張嘅咯？答案好簡單，因為咧就省咗咧好多個中間商噶，咁即係。動咗有啲人嘅娛樂啦，冇咗啲中間商，咁點搞好呢？係咪？呢啲中間商點樣揾食呢？以後嗱，我哋都知道海運用海運點解要用佢呢？因為係平啊嘛，就係因為呢隻船佢能夠呢載貨量好多，可以呢即係一次過運好多嘢噶。咁一艘呢30萬噸嘅海運貨運船攞個貨可以講得係呢。即係國際貨運普遍咧用鐵路拉嘅話，就要有100列咁多咧，先至能夠拉完噶。萬事咧有利亦都有弊噶。邊度可以一次過出咁多貨先得㗎？30萬噸喎。咁所以咧就有咗一個咧叫做樞紐港嘅講法。咩叫樞紐港咧？過去印尼嘅貨物啦，馬來西亞嘅貨物啦，越南嘅貨物啦，中國嘅貨物啦。佢哋零零散散嘅貨物啦，全部咧都一次過咧運晒去到新加坡，跟住咧就喺新加坡嗰度所謂拼船噶，係咪啊？喂，你又得2萬噸，佢又4萬噸，佢又2.5噸，咁大家夾雜埋一齊，咪一次過用手30萬噸嘅船去運咯，咁咪平咯，啱唔啱啊？咁樣嘅一周轉法時間成本咧上咗嚟，經濟嘅成本咧亦都唔低㗎，係咪？比如話貨輪從呢個咧。雅加達直接去到呢個楊浦港淨係需要6日嘅時間啫嘛，而成本比起經過新加坡再中轉係慳咗咧足足32%噶。
亦都因為咧呢個航程縮短咗，每一艘單船咧可以節省咧大約係60萬美元嘅燃油費，仲有裝卸費等等，比起新加坡亦都係平咧40%咁多噶。甚至乎補稅油加注一次就能夠慳到咧20幾萬人民幣。咁即係點啊？即係啲油唔使交稅嘅咯，係咪？補稅油啊嘛，未入口嘅，咁唔使交中國稅啦，咁慳翻成20幾萬人民幣噶。咁樣嘅話，淨係印尼金光集團一家，淨係一家咋金光集團每年淨係慳呢個中轉費用，你估慳到幾多錢啊？嗰個中轉費用係慳咗1.2億美元噶。OK。另外依託中國呢個最大嘅商品消費市場，聽清楚咩為之商品消費市場？俾個比喻大家明噶啦。美國呢，第一靠嘅係咩啊？係靠咧服務消費，我哋咧就靠商品消費。咩為之服務消費啊？喺美國嚟講排第一嘅咧就係醫療，第二嘅咧就係訴訟即係打官司OK， 咁呢啲係服務嚟噶，咁寫係所謂叫服務性嘅消費啦。而咧商品性嘅消費咧，第一咧其實就係中國噶。本來呢個做法咧，即係話封港，跟住咧就直接去到咧嚟到運輸嘅話咧，本身吸引力咧好大，非常巨大。而且海南個海咧俾出嚟嘅超級係利好噶。比如話海南自貿港咧將嗰啲企業稅率咧降到15%，咁仲低過咧呢個咧新加坡嘅17%噶。而且加工增值咧，如果超過30% 嘅話，內銷咧仲能夠咧免稅添啊！喂，逢係資本即係做生意嘅都係逐利噶啦，邊個成本低，邊個慳得多，梗係去邊度啦。所以多間嘅航運巨頭咧，佢哋將佢哋嘅區域總部就從咧新加坡搬到去海南嘅楊浦港啦。咁另外呢個新加坡亦都咧同航運相關嘅，關於譬如倉存物流船舶維修等等呢啲嘅服務業嘅訂單咧，下滑咗超過成30%咁多噶。更加有咧12家航運嘅金融機構同埋一啲咧律師所嗰啲成咧，就將部分嘅業務咧就轉移去到上海，又或者係香港噶。咁帶走咗咧大約成咧3000名嘅專業人才嘅噃。再加上中國本身就係世界最大嘅貨物供應商啊嘛，係咪？咁只要中國嘅貨物走海南嘅話，而唔走新加坡，咁咧就已經咧慳翻佢唔少噶啦。2025年嘅上半年度中國經過咧馬六甲海峽咧嘅集裝箱貨輪數量咧同比下降咗成40%咁多噶，而新加坡港口集裝箱嘅吞吐量咧係暴跌咗成30%噶。喂，你話咁樣改一改變，係咪成個地緣地緣政治同埋經濟都會有影響嗱？經濟嘅基礎決定咧上層嘅一個建築，咁你話改唔改變到咧成個地緣政治嘅格局嗱？而呢個新加坡嘅媒體，佢哋對於咧海南封關咁大嘅事竟然只係用到咧唔起角嘅喺角落嗰度咧整塊所謂豆腐潤消息嘅通稿。更加離譜嘅係咧，如果你咧搜索咧關於咧美國嘅 CNN CBC 呢啲幾大嘅傳統媒體咧，直情係冇報導添㗎。大模型查一查呢個數據，美國咧喺新加坡嘅直接投資咧係去到咧2700至到咧4240億美元㗎。呢個咧喺從唔同嘅口徑嗰度咧，唔同統計口徑嗰度攞出嚟嘅。係新加坡最大嘅外國投資者嚟㗎。超過咗咧中國、日本同埋韓國對於新加坡投資嘅總和噶。2024年美國佔咗咧新加坡固定資產投資嘅55.5%，加上咧新加坡78% 嘅國際結算係採用咧美元嘅，允許美軍使用咧佢哋樟宜嘅海軍基地，亦都咧為咗呢個美國咧提供咧佢哋嘅即係所謂叫補給等等呢啲情況噶。咁可以直白咁講，海南封關對於美國華爾街嘅資本喺新加坡嘅利益咧，同樣係一次巨大嘅打擊嚟噶。而採用人民幣結算則會咧係俾呢個美元霸權製造另一個嘅失血點噶。或者正正因為呢啲原因，
新加坡同埋美國嘅媒體呢，對於海南封關啊咁大嘅事呢，居然呢保持咗一個所謂叫做沉默啊嚇！唔知道呢係咪咁啱得咁巧一個巧合喎？美國嘅媒體呢，重點報導嘅呢，就係講關於特朗普計劃啊，向台灣島呢創紀錄咁樣呢軍售呢111億美元嘅消息。咁啊，而家呢個呢權威嘅媒體啊，央視軍事呢，意味深長咁啊發佈咗一個短嘅消息㗎。佢就話：仲記唔記得舊年9月份嗰一發洲際導彈啊？東風吹，戰鼓擂，呢個世界誰怕誰啊？過去我哋唔做，係因為美國人呢仲可以啊，好似銀河號咁樣啊，登船攔截檢查從海南出發出去嘅商船，只要折騰一次就冇人夠膽呢係再從海南嗰邊呢就走噶啦。而家成個形勢已經唔同咗啦。而家我哋既然夠膽去封關，即係話俾你聽，說明咗海上嘅事情我哋已經搞掂咗啦。世界而家變咗啦，到我哋仗劍經商，高呼開門，我哋終於呢喺其中一大步呢嘅自由貿易又開展咗啦。好啦，文章就分享到呢度。大家聽到啦，佢有啲態度呢，就可能呢就想串新加坡同埋串美國噶。我呢就唔用串一串人哋嗰個態度去講啦。我同你理性咁樣分析嚇，封關對於整個地緣政治格局同埋成個經濟嘅流動呢，嗰個紐帶呢係呢好大影響。大家都聽到啦，人嘅流動就帶嚟錢嘅流動，當然亦都帶嚟信息嘅流動啦。咁喺呢度呢，亦都呢可以呢突顯到呢，就話而家東盟同中國呢嗰個嘅成個經貿嗰個緊密嘅程度係去到邊㗎？當然啦，最終我都係講翻頭先講嗰樣嘢，做生意嘅都係睇成本睇利潤嘅啫。既然呢度時間成本都慳咁多日，咁自然經濟成本就慳好多啦，啱唔啱？再加埋頭先講啦。喂，而家有好多投資喺新加坡，就係做啲海運、航運或者航運方面嘅一啲關於呢係財務上面嘅安排律師所有呢啲嘢呢，而家全部突然之間就冇咗，就要轉成呢就由中國做。因為點解呢？因為已經唔係需要做轉口，又或者亦都可以做轉口，係咪？因為呢海南嗰度封咗關，佢係一個保稅區嚟㗎。入到去海南呢，唔需要一定要即刻就入口嘅，又可以擺喺保稅區。咁跟住呢，繼而呢喺度做中轉，咁唔需要交稅都可以㗎。但係呢就帶動到呢成個海南佢嗰個呢就關於呢運輸物流呢個叫做頭先轉口一大爛餐一連串嘅呢扎嘅服務呢，都係需要有人去做㗎。當然有啲專才就會去到海南啦。但係佢哋會唔會喺嗰度開公司請人帶啲最新或者呢係國際上面嘅經濟經貿嘅一啲知識去到海南啦？大家都知道啦。所以呢，成個海南而家呢係受益於呢件事呢，哇沸沸騰騰咁樣。再加埋呢，有好多人認為呢，海南今次咁樣嘅做法呢，又好大機會咧同香港呢係有一個競爭喺度噶。的而且確喺地緣政治裏邊嚟講呢，無論海南又好啦，又或者香港又好啦，其實呢個地位呢都不能夠忽視嘅，因為個位置就係喺嗰度，係冇得變嘅。不過呢，以前呢可以講係獨大，而家調翻轉呢就唔係，就多咗個海南。但係咧，海南而家分嘅呢，唔係應該呢就分得最多嘅係香港，可能呢分得最多嘅呢係新加坡噶。呢啲影響呢，唔能夠三言兩語呢同大家講晒但係呢，整體嚟講呢，開多咗個咁樣嘅新嘅航線同埋港口，仲有一種新嘅咁樣嘅營運模式呢。其實呢，肯定呢係成個地區嘅政治啦，同埋呢嗰個經濟呢，嗰個形勢格局都會重塑噶。當中大家有冇機會摸到啲乜嘢嘅即係機遇喺度呢？又或者喺嗰度呢，見唔見到有任何嘅危機係需要避嘅呢？呢個呢，高標哥今日呢提醒咗大家啦。如果你同嗰邊呢有拉有楞嘅話呢，真係你要認真諗一下。OK， 我自豪，因我多角度思考，晏啲再見，拜拜。